再來看台鐵一個資深的車長，這3年來去用掠到2解食酒賽車。這新北市已經甲公布做酒駕累犯名單，不過伊也攏無主動通報，這台鐵也攏唔知影，是一直到有人檢舉這代志才曝光。台鐵嘛表示講會擱召開科委會來依法處分。這台鐵的資深車長胡元剛檢舉出現在新北市政府114年所公布的啉酒賽車累犯名單內底，違規的時間地點是伫113年7月伫樹林區嘉恆路3段啉酒賽車，而且已經是10年來第2擺，驗過台鐵可是唔知影，需要檢舉了後才開始調查。會開考察會來做調查。如果調查屬實，本身是交通人員，交通人員酒駕本來就要罪加一等，所以這個部分呢，2個部分我們會並同來做加重處分。台鐵初步調查，當事人承認在111年甲113年啉酒賽車，而且無按照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，在1禮拜內主動向服務單位來通報，所來照公務員頂界法召開考評委員會依法頂界。台鐵也證實，過去已經員工啉酒賽車互開除案例，自主通報也個未通報的攏有，就算是非執行公務期間，也個攏依照情節嚴厲來定處。酒駕或者是毒駕，要單靠公務人員自主通報，的確會有它的漏洞。我們認為，除了主動通報之外，主管機關本身還要負起管理責任。核心問題是它不是發生在上班時間，那如果是自主的話，它其實是一個看員工有沒有要通報，以及公司有沒有找到的問題。所以我覺得反而應該針對說，那如果我自主通報了，那或者是我沒有隱匿，跟我有隱匿的人一定要有這個區別。這樣。台鐵產業工會講，公司應該趕緊來建立相關的制度，除了穩總無通報，應該加重這個罰則以外，嘛要加警察機關來比對查核。雖然台鐵佇這陣出勤進行攏有對員工先做糾察，不過也是應該建立制度，事先來防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